毋过我匆匆忙忙失去你伫目睭刻刻听幻想的安排。自安尼，船整好势，货装好势，代志拢照协议由共船的同伴款好势。我伫1659年9月初1某一个歹时辰上船。8年前，我违背爸母的意愿，伫好上船出海。迄日嘛是9月初1。阮的船大概有120吨，有6门炮。除了船长因囝含我以外，还有14个人。船顶无啥物大件货物，简单是一寡适合含乌人交易的铁佗物，亲像珠仔、玻璃品、螺仔壳甲其他的利利扣扣，尤其是细项的焊件、刀仔、加剪、底部头等等。伫我上船的同迄天，阮就出航。阮沿海花向北航行，按算驶到北纬10至12度中间，划过大海，直直驶向阿弗利卡。这是迄当时去阿弗利卡通常行的航线。阮沿布拉吉奥海滑行，沿路天气拢真好，简单是有够热。落尾，阮来到卡布迪圣阿古斯蒂尼奥，为遮阮离开海岸，我向大海。无阁看到陆地，阮的方向是东北北，敢若是要驶向费恩南德蒂罗勒尔小岛。到遐个小岛，才为因东边离开。阮照即个路线，阁行连续12天，就通过赤道。根据阮最后一摆的观测，阮已经来到北纬7度22分的所在。想袂到，即时阮拄到一阵强烈的光雷仔风。嘛会使讲是大风，即阵大风为东南吹来，刷落来转做西北向，然后固定吹东北向，风势猛甲真恐怖。连续12天，阮啥物都无法度做，简单是放船随风对浪漂流，甲阮的命运交互风带。老实讲，伫即12天中间，我逐工拢担心会互海影吞食。船顶其他的人嘛无一个敢期望会得活命。伫即种困境中间，除了恐怖的风雨，船顶有一个人因为热带病死去，阁有一个人含迄个囡仔兄去互海影洗落海。到第12天，天气小可较好，船长做一个详细的观察，发现阮的船已经到差不多北纬11度的所在。毋过，阮离卡布迪圣阿古斯蒂尼奥西边还差22经度，所以伊知影阮搭是伫基亚纳海岸附近，也就是伫布拉吉奥北部，已经超过厄马纵河，行向奥里诺科河，一般拢甲叫做大河的方向。船长开始含我参详航行的路线，伊主张甲船驶转去布拉吉奥海岸，因为船已经底漏水。而且损害甲真严重，我坚决反对。含伊同齐看阿美利卡海岸的海盗了后，阮得到的结论是，伫阮进入卡利贝群岛以前，无所在有人住会当互阮得到救援。自安尼，阮决定驶向巴奥贝多斯岛去。照阮的估计，只要航行伫海上，撇开美西库湾的海流。伫15天左右就会当到位。到遐，阮定着渡假船修理，搁补充食物含人员。若无，是无法度搁航行去阿弗利卡海岸。决定了后，阮就改变航向，向西北驶去，希望会得到位某一个英国的岛屿，伫遐得到救援。不过，阮的航行方向并毋是阮家己的决定。到北纬12度18分的所在，阮又搁拄到第2阵大暴风，故共款向西的势力，甲阮吹离正常的航线。伫即种情形下，就讲阮无死伫海上，嘛有互当地的岛民拆食的风险，搁较免讲转去阮家己的家园。伫即种困境中，风要是吹甲真猛。一天透早，船顶有一个人忽然大声喊：“陆地！”阮拄要走出船舱去看到底是到啥物所在的时，
船底熊熊勒着沙地，规只船自安尼冻点，袂顶袂动，无停的大影一直冲到船顶，阮拢感觉即些海鸭，就紧紧搁求入船舱，秘伫壁角来逃避海涌波含水墙的冲击。毋捌拄着即款状况的人，是无可能描写也是感受阮迄时的惊吓。阮毋知迄时阮是伫倒位，嘛毋知阮互海涌涌起来的是啥款的陆地，是海岛也是大陆，是有人住也是无人烟的荒野地区。风雨虽然有较细，毋过还是真猛。阮知影，阮的船搁挡无几分钟，随时都有可能弄甲破家家，除非出现奇迹，风雨会忽然停困。总讲一句，阮逐个坐做伙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在等待即刻尾来的死亡。逐人拢准备好尾去别个世界，因为伫即个世界，阮已经创无无啊啦。阮眼前的安慰，也就是阮所有的安慰，加载含阮的期望相倒饼，船无弄破，而且船长讲，风已经在开始减弱啊啦。